中国的科研团队完成了12900公里的量子通信。3月20号，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潘建伟、彭承志、廖胜凯等联合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组成的研究团队最新的量子技术研究成果。这个联合的团队与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科研团队合作，在中国和南非之间相隔12900多公里的距离上，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量子微纳卫星与小型化可移动地面站之间的实时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完成了对图像数据一次一密加密和传输。单次卫星通过期间实现了多达100万比特的安全密钥共享。100万比特的传输量，如果简单的换算一下的话呢，相当于传输了3万多个文字。中国在2022年就利用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内首次在世界上实现了地球上距离1200公里2个地面之间的量子态远程传输，与京沪干线构成了首个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由于木子号量子卫星重量相对比较大，而且第一代地面站重约13吨，存在着机动不便、成本比较高、难以全球覆盖的问题，必须发射多颗低成本量子微纳卫星和轻量化地面站，实现组网运行，才能够构建高效率、实用化、全球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中国的科研团队现在成功研制了量子微纳卫星平台，载荷重量约23公斤，相比墨子号降低约1个数量级，光源频率提升了6倍，密钥生成时效性有数天的时间完成，提高到了单轨10时乘码。新型的小型化地面站系统相对第一代重约13吨的地面站，重量降低了2个数量级，达到了低于100公斤的水平。这样的话呢，足可以支撑移动量子通信在城市、山区、高原等各类环境当中来使用。在取得这些重大突破之后，才实现了12900多公里之间的通信。自然杂志审稿人对这项成果的评价是什么呢？是技术上令人钦佩的成就，代表了基于可信节点量子星座提供广域卫星量子密钥分发服务的长足进步，并展示了卫星量子密钥分发技术的成熟，代表了实现量子和经典通信星座的里程碑。这最新的技术成果将为量子通信的实用化铺平道路。量子通信在信息安全、金融、政务管理等广泛的领域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其核心技术如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可大大解决传统通信中的安全隐患问题。而在国防军事通信领域呢，其应用效果也将是非常显著的。一是绝对可靠的通信，基于量子密钥分发技术，任何对通信内容的窃听都会导致量子态的改变，从而被立即发现，即使敌方使用高级侦察设备，也无法获取任何信息。此外，量子密钥具有一次一密的特性，使敌方难以破解密码。比如，利用量子技术对水下潜艇通信就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我国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团队就成功观测到了光子极化量子态与量子纠缠在海水当中保持量子特性。这一突破能使我国率先突破空、天、潜、舰一体化的信息交互，意味着潜艇可以在更深、更安全的海域进行通讯，不需要再冒险上浮到距离海平面附近的通信深度，极大提高了潜艇的水下作战的安全性。二是超高效率的信息传输。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将2个纠缠态亚原子粒子分割到宇宙距离，它们之间的通信也几乎是即刻的。可见量子通信速度是不低于光速的，线路的延时几乎是0，从而可以实施最快的通信。三是超强的抗干扰能力。假如说卫星导航系统出现问题了，被人家干扰了，或者是某一种情况中断了，但量子通信也能独立的构建一套时空的基准，提供稳定的通信服务。这种抗干扰能力使得量子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当中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效果。四
四是突出的反隐身能力。量子雷达通过测量物体对量子态光子的扰动来探测目标，能够穿透隐身涂层，识别低可观性或隐形飞机。这种技术它颠覆了传统隐身战争的逻辑，使得现有隐身技术失效。当然，量子卫星通信技术也不只是中国有，马斯克的 SpaceX也宣布了启动基于星链卫星的量子通信网络。由于星链系统搞得比较早，他们可能在网络量子通信的实现方面走在中国的前面。但是综合观察各国的量子技术的先进程度，中国无疑是走在全世界前面的。可以预料，中国的量子通信技术首先在世界上普及应用已经为期不远了。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一飞评论，下一期再见。